雲林縣政府推出着藝術宅急便的活動，邀請到國際級的表演團體到八鄉鎮來演出。藝術宅急便唔但屬在都市甲莊腳的藝術基地，更加希望講將雲林縣打造成為大型的遊樂園。今年為了配合兒童節甲母親節，雲林縣政府佇4月到5月將邀請國內外出名的表演團體到大溪麥寮等八鄉鎮，希望用多元的演出和藝術進入社區。你可以上我們漫遊雲林的 app 哈，那去看看說，到底呢文管處要把這些活動帶到哪裡？這個活動唔但有精彩的表演，文管處嘛推出集點的活動，會當換禮物。我們也鼓勵民眾都到其他的鄉鎮去做集章的活動，來兌換我們精美的小禮物。頭一場的表演，佇4月11日會到北港糖廠，由台灣特技團演出，歡迎鄉親會當去看表演，享受藝文氣氛。Hello， 我是張新文。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